好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我一定爱看稿啦。院长一定袂甲我骂，因为伊知影我会当讲台语就足好啊吼，所以我爱看稿才袂走精气吼。来，各位台语界的先进，我是美国 Atlanta 来的沈富平，是你讲过我来听的制作人。阮是全台语的节目团队成员，来自美国各地，阮拢总有16个人。大家都想要知影阮的年岁吼，为26岁到40通岁吼。我是22外岁迄边的啦吼。毋过阮大汉已经读大学吼。阮做伙写台文稿，做伙用台语录音，讲100个咱袂记哩的台湾人的故事。我捌做过美国 Atlanta 台湾同乡会的会长。嘛做过全美台湾同乡会的副会长，伫台湾建国的路上，我真孤单，因为曾经我就是讲入去台湾同乡会，就会有公文站，结果毋是，因为内底有真侪人感觉讲台语是无重要的代志。一直到我来到这个台语课啊，这个哦毋是别个吼。我才找到公文站的温暖。你看，因为恁遮的先进，你是为着建国，毋惊人笑你戆，点点伫做保存台语的工课。忍受比我搁较济的孤单，做伙拍拼，无想别项，恁永远是阮学习的对象。今仔日真欢喜，嘛真荣幸，有当徛顶遮。伫遮尔济先辈下骹吼，坐斗阵，是我转来台湾投票上欢喜、上快乐，嘛上重要、上期待的一天。阮海外转来投票的真济人，今仔日拢等咧去甲新任的总统、副总统食暗顿。毋过我甲恁报告。我昨暗决定，我无爱去，我无爱去吼。是安怎咧？因为伫即个世间，锦上添系恁知影就好。毋过吼，煞中送团的人足少的，坚持理念的人较少。安尼大家拢知影我伫讲啥吼。恁遮的先辈吼，就是靠家己的力量。出钱、出力、出时间，嘛无惊路歹行，对无？毋惊人踢笑，这就是我即摆转来投票上好的据点。我已经摕到金牌啊啦吼！安尼大家听有吼，我毋免等啦，今仔日就是摕到金牌吼。最后邀请大家一定要来收听你讲过我来听，你是李登辉的李，所以摸找毋着吼，你讲过我来听，咱要来讲100个咱袂记哩的台湾人的故事，伫 Apple Podcast、Google Podcast， 逐个平台拢听会到。尤其你若是定定困袂去，阮你讲过我来听，就是你失眠的暗暝上好的朋友，大家拢同意吼。安尼，望台湾平安，望台湾顺遂。God bless 台湾。多谢恁的鼓励，多谢大家。